恭兄弟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伫咱教会现场2年头一遍来到中间，甲咱参加敬拜上帝。多谢校牧师的邀请，甲咱中心的邀请，互我伫今仔日到5月第1礼拜、第2礼拜，6月第1礼拜、第2礼拜，拢总5个主日，才甲咱参加敬拜上帝。我伫4年前的4个月对牧方长老教会牧会退休会通安尼四过逐所在自由传道。2年前受台南新南院王院长邀请来兼任台南新南院校友会的公关，会通伫逐所在为着校友来关心来做淡薄的代志。会早起咱伫遮参加敬拜上帝。看见咱教会真进步，伫王牧师、校牧师的时阵，我拢捌来咱教会因为拢真熟悉今日头一遍直接甲咱敬拜上帝，也真欢喜上帝赐予咱的教会，互咱人业增加，也教识进步，造就各方面也得到上帝的施恩赐福，咱三个同心来祈祷。感谢听阮的主上帝，互阮伫清早时阵。来到你面前，甲阮主内兄弟姊妹三个同心敬拜服侍你。我要用诗歌、用学乐、用祈祷，也三甲领受主你的话，通过你的罗卜所透放的信息，帮助阮伫日常生活中间，要安怎将阮的信仰生活兑现伫阮逐日的工作事业。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，伫阮的社会中间，愿你的圣神甲阮同在，欢喜感动阮会早起敬拜，安尼感谢祈祷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有一句话讲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就是讲，伫透早咱一天的计划工作是伫早起。会通开始来进行，一年伫春天，就是咱的一个真水的即个季期季节。咱看春天一个到，逐所在花拢在开。我昨对台中来带伫新南院，会早起对新南院来，甲咱中间，甲咱敬拜上帝。看见新南院有真侪花，感谢主有一个听主的人献即个兰花。新南院寄生伫即个树顶头，我逐摆来新南院时拢看见这兰花，不时咧换新，不时咧新的即个花来出现。所以通讲花在开，表示春天来到中间欣欣向荣。伫春天开始时阵，咱也要三角来思考，伫咱的人生的目标中间，咱的目标、咱的愿望伫什么所在？咱要安怎来行起咱新的人生，行新的道路？咱要安怎过着更较水、更较有见证、更较有气力的信仰生活？更较会通将咱的信仰见证伫咱的社会，毋是干那伫教会内面，就是伫咱生活、伫咱工作、伫咱甲人接触的中间，要安怎将信仰兑现伫咱逐日的生活的中间？咱大声。要思考讲，你也惊什么？你害怕什么的时阵，咱三角来思考。现今咱今仔日的处境是安怎？咱今仔日所拄到的情形，所拄到的困境是安怎？咱知影伫基督教，特别伫台湾，咱的教派，敢若基督教派真多，毋知有人知影讲，咱伫台湾基督教会教派有偌济，有人知无？照我了解，听讲有7、80种。敢若基督教吼，敢我做牧师我也算袂了。咱算看嘛，长老会、结果会、文乐会、浸信会，还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、贵格会、圣公会、卫理公会。我知影就安尼吼，还有神的教会、上帝的教会，还有真耶稣教会，还有神调会吼。你算袂了大概有7、80种。但伫其中有一个较大的教派，伫咱台湾是较细教派，伫美国
也是较大的教派，叫做维利公会，有一个翻译做美与美教会，吼。这个维利公会创设者，这个约翰加尼门，约翰卫斯理，伫之后1736年，就是大约281年前，以新年日记安尼写，讲元新年带互遐个追求因的祖先的上帝的人带来新的心、新的生命。当伊服侍主的工经过54年的无悔传道生涯了，就伫1790年的1月11日新年的日记安尼写，讲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老人，身体渐渐衰弱，毋过我感谢上帝，我无放松我的工作，我要求会通工作会通写作，因为安尼，我认为人生上介好的礼物就是上帝甲咱同在。这个约翰卫斯理体会到，人生上介好的礼物，毋是财富，毋是学业，毋是所有的享受。上介好的礼物，就是体会到、深深体会到上帝甲咱同在，上帝甲咱伫地。咱下早起所读一位圣经以赛亚书41章，这个以赛亚书是主前的第8世纪的末期，住伫耶路撒冷一位真出名的先知，这个以赛亚的名甲伊号的。以赛亚先知就是伫黑暗、困难、艰难、困苦日子中间，带互人真奇妙的应允。伫困苦、艰难、行无路时阵，以赛亚用伊所写以赛亚书，互人得到盼望，互人得到快乐。所以咱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安尼讲：毋免惊，我甲你同在，我是你的上帝，你害怕什么？这是现代中文译本、现代中文译本所翻译的讲：你毋免惊，我甲你同在，你是我是你的上帝，你也惊什么？我要互你坚强，我要帮助你。我要保护你，要拯救你。以赛亚是伫困难的中间，伊知影人会拄着问题，拄着逆境，拄着真侪要解决的代志。但是伊体会到上帝甲伊同在，伊要将这个困难的环境、艰难的困境、生活的不安、困苦的中间，因为上帝话通带互遐个百姓真大的鼓舞。真大的安慰甲盼望。到伫每一年年底，大概12月中到10月25的中间，咱台湾的即个《天下》杂志，天下》杂志拢会出一本即个英国《经济学人》因所出版的，翻译做汉文的，叫做某某年的全球大气势。咱看即个图，这是2016年的全球的大气势。迄内面的图有真侪国家的领导者，咱搁看头前迄张图吼。你看后壁排中，迄内衫白色的、红色的什么人？咱的小英总统。头前第一排倒边算来第4个什么人？希拉里。这是2016年12月的即个预测。咱知预测有时袂准的。伊预测希拉里会调，咱知影去年大部分的媒体8、9成拢讲即个希拉里克林顿会调，结果无调，是由即个川普调所以预测袂准，这是一个大概预测来调。但是咱知影即个预测无准，也互咱体会到，伫圣经内面有段圣经甲咱讲，上帝道路赢过咱的道路，上帝意念赢过咱的意念。咱无法度行伫上帝头前，这不过是预测，到底是毋是会实现？底下看现况才会知影。所以我几啊年了拢卖即个全球大气势。咱来看过来一张，即个2017年全球大趋势。即个总编辑伫伊的即个内面有讲伊的话，讲2017年是革命的一年。2017年到处拢弥漫即个革命的即个气氛，是安怎伊安尼讲？伊讲今年就是
俄国这个共产的革命100年，也是马克思这个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出版150年，也是路德马丁宗教改革这个500年。所以咱今年也有真侪庆祝这宗教改革500年的这活动。宗教改革产生基督教的新教。啊，这个编者也讲编辑安尼讲，革命也发生伫咱的就业的市场，新的种类的工作，提供新的发展的机会，人工的智慧也伫生活中间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。今年也是咱台湾一件重大事件，228的70周年，也是咱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的40年。所以2017年有真有特别的意义，就是真侪遮的代志拢发生伫这个中间，毋是150年、100年，就是这个50年，也是这个40年吼，这款的年限。当伫这个2017年的全球大趋势，这个提出几项。互咱感觉真忧心，也是伫遐大声来预防，也是来准备的几项代志。头一项就是讲，即个美国新总统川普就任吼，大概即几工讲100日吼，100日咯。伊要带互咱新的即个世界秩序，到底要怎出牌？有人讲伊不按理牌出牌吼，伊竞选讲的话，若照竞选讲的话，世界大乱。好佳在伊咧修正，伊执政了，开始咧修正伊应该有的即个政策。第二个现象就是讲共产主义的幽灵再度现身。伫遮互人看出讲共产主义即个俄国的普丁，听讲已经连任几啊任啊，当时要下台也毋知影也无咧改选即个共产的国家愈来愈安尼。迄个有溃力、有独裁即个款式。第三项讲全球的经济经济低迷萧条，诚做正常的即个情形。第四项，中国前任主席即个习大大今年下半年第2任要开始，有人预测讲可能伊会拍破中国的即个惯例，一般是2任10年啦。有可能伊阁续任，咱毋知影。有人讲伊是对毛泽东以来上有权力也有关系的领导者。第五项，就是欧洲的民粹派全面会起来，就是右派，就是讲顾家己、保护家己的国家，愈来愈兴起。第六项就是欧洲移民的问题，咱知影。这个黎巴嫩也是中东的所在，这难民愈来愈多。欧洲的国家、基督教国家也是天主教国家，看到这难民，你无接受，安尼伫信仰上讲袂过。要接受，国家也拄到真侪问题。迄内面有恐怖分子，真侪问题发生伫中间，所以两难之间，要接受也困难，毋接受，讲你无照信仰在行。过来第七项就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，虽然生效，但是咱知影川普要否定这个协定以后变化要安怎毋知。第八项就是机器人代替人工，所以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。咱知影这个机器人伊也袂受气，伊也袂罢工，也袂甲你张，也袂较慢上班，24小时拢咧上班。免加薪，免伫遐抗争，所以一台机器人的代替足侪人做工，有可能失业的问题愈来愈严重。这8项问题伫这个2017年全球大趋势内面都咧预测，咱要安怎来面对这个问题？咱俗语一句话讲：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咱咧行船时阵，逆水袂使停伫遐，你若停伫遐，互水甲流去。你若无进前，你就会拄着倒台。咱亲像行伫十字路口相反，咱开车是行路伫十字路口，咱无法度停伫迄个十字路口毋震动，
你一定得决定讲要头前、要退后、要倒平、要正平，安尼才袂拄着车祸，才袂拄着危险。相反，咱的人生也是安尼。咱伫春天的时阵，咱要安怎行咱头前咱的信仰的道路，行咱头前人生的道路。会采取的圣经，真容易的圣经，通帮助咱三甲来思考三项真要紧的信仰的课题，也是咱人生的问题。头一项就是咱得爱互上帝话充满伫咱的中间。上帝话成做咱信仰的根基。耶稣基督的教诲有两项真要紧的圣礼点，就是洗礼甲圣餐。各另外一支的条啊，咱的基督教会两支大支的条条，一支是上帝话，一支是上帝即个圣礼点，教会圣礼点。上帝话就是咱常常在思考，做咱信仰的中心。上帝话得通过解释，通过咱会进一步了解，所以咱有查经班，咱有造就会，咱有各种的小组，就是要互咱对上帝话更较清楚明白，明白了，佮照上帝话来行。所以以赛亚41章第10节安尼讲，讲毋免惊，我甲恁同在，我是你的上帝，你也惊什么？我要互你坚强，要帮助你，我要保护你。圣经来讲，大语汉语圣经讲，不要害怕，讲无得惊吓，无得论理，惊吓论理，论理就是讲犹豫不决，就是讲到底要安怎，要安怎做决定。因为惊吓不安是咱信靠上帝两项上界安尼大的即个因素。咱有时惊，毋知要安怎。信仰生活，也是咱的工作，也是咱拄着问题时，咱会惊吓，咱会不安，也诚做咱信靠上帝一个真大的即个阻碍的所在。伫1997年20年前的即个除藻云灾，真少讲一年内面有牵2遍，就即个70年代越南战争所发生的一项代志，就是伫1972年。即个夏天热人时阵，当南北越战争真激烈的时阵，美国的空军来轰炸越南一个细细的即个庄城。当时有一个小女孩查囡仔，叫做真夫，即个真夫，受到即个炸弹轰炸来，伊的。即个汽油甲伊破碎，甲伊烧伊的衫，烧伊的头毛，烧伊的即个身躯，所以迄张相片，我有找到，但是无放伫即个投影片内面吼。迄个相片通讲，即个查某囡仔安尼足凄惨的，得真大的治疗，才会通，互伊的皮肤会通移植来恢复较水的皮肤。当时即个指挥轰炸即个越南小庄社即个军官。看到报纸刊出即个细细查某囡仔，即个政府的即个图片的时阵，伊的心肝真艰苦，心中常常为着伊所做的即个毋对，伫遐不安的惊吓，直到伊的生活拄着真大的变化，伊就为着这项事，安尼藏伫心肝内，郁卒艰苦，有真大的即个罪恶感。到伫即个查某囡仔渐渐大汉，渐做少女的时阵。经过人的安排，互伊一遍去美国，甲即个军官三角见面。即个军官要见面的时阵，心内咧想讲，即个查某囡仔一定真怨恨伊，会互伊感觉讲，伊一世人，伊规个身躯，还是伊的整个的人，拢得到真大的即个艰苦，即个震撼。但是咱当因见面的时阵，当时的杂志报纸写讲，即个真夫，即个查某囡仔。第一句话就甲即个军官讲：“我要学耶稣所教是我的话。”讲爸啊，下面因为因所做，因毋知。是安怎伊讲遮个话？就是伊渐渐大汉了，有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参加教会的活动，伫遐有听到上帝话，读到圣经上帝教示，伊改变家己的生活，改变家己的即个态度，无继续怨恨。无继续来分即个军官所做的代志，
伊听到上帝话感动来信耶稣，伊的生命也改变，伊的活命也得到增长。伫咱2006年，即个岁末，即个咱的蔡英文总统，伊有高教讲，人民的不安甲不耐，是伊在处理公共议题时阵上介大的压力的来源。现在伊安尼感触，就是讲不安啊，到底年金改革，还是司法改革，还是种种这个改革，要行到什么款的程度，互人不安。有人讲年金改革先紧，有人讲先慢，有真侪这不耐在产生，所以真侪问题在发生，不安也不耐，成做咱的社会今仔日真大的这个课题。所以通讲，这是咱常常伫爱思考的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有啥物不安，有啥不耐，还是不耐烦的所在，咱要安怎伫信仰上来得到帮助？伫我伫武丰的丰国教会牧会时，我带青年伫旧历的新年去即个信义乡的东部的即个，咱知东部两个瀑布，一个叫做彩虹瀑布，一个叫做银龙瀑布。我已经真久，差不多20几年无去，毋知即个银龙瀑布还有伫个无？当时行即个银龙瀑布，就是伫爱游即个降速，行即个房仔栈道，安尼行去看即个银龙瀑布。伫行中间有看见两个记号，就是有两个遇难的纪念碑，就是有两个人跋到迄个坑沟的所在，伫遐甲伊做纪念碑，伫遐咧纪念讲有两个拄着生命的事实。我问即个带路的即个原住民兄弟讲是安怎？伊讲跋落去有两个原因啊，一个是无小心，一个是惊吓，看到底下坑沟啊，伊惊。毋敢行落去，所以伫遐跋倒。有人是无小心跋落去坑沟的所在，所以惊吓、害怕，诚做咱发生危险的一个主要因素。当咱今年要行信仰的历程、信仰的人生的道路的时阵，咱要安怎有信心、无惊吓，愿意认真来学习上帝话，诚对咱的帮助。因为上帝话是咱信仰的基础，也是咱信仰生活中心的所在。教会若失去上帝话，都毋是诚做教会，是一般的社团下定。所以咱教会就要用上帝话做咱的中心，做咱信仰的基础。知影上帝是圣经内面伊讲什么，上帝爱咱做什么，爱咱行什么，爱咱行伫什么款人生的道路。所以头一项就是以赛亚的书甲咱讲的。咱得要互上帝话充满伫咱的生活，伫咱的教会，伫咱的家庭的中间。第二项就是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17节，上帝永远甲咱同在。以赛亚书41章10节有两个肯定，伊讲我上帝甲你同在。第二讲我是你的上帝，上帝百姓一款的确信中间来生活。佮承受上帝的福气伫咱的中间。当耶稣伫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17节有讲：你若听我，就爱守我的命令。我要祈求我的爸，伊就赐予恁一个另外保惠师，永远甲恁同在。伊就是圣神、真理的神。世间人毋接受伊，因为因看袂到伊，也毋捌伊，但是恁捌伊，因为伊伫恁的生命内面，常常甲恁同在。约翰福音14章15节、17节，这是耶稣对咱的应允，也是咱对耶稣的确信。确信耶稣，咱捌耶稣，但因为安尼，耶稣点伫咱的生命内面，改变咱的活命，改变咱的灵命。互咱的信仰更较进步，互咱信仰更较有气力。咱的主耶稣伫传道理生涯中间，伊也捌平静即个风涌，即个信业基础，就是伫约翰福音4章37节。为什么同款拄到一项代志？耶稣甲伊学生反应无相款。
耶稣学生看见讲风影真大，迄水破裂这船来船用要沉落时阵，迄个学生讲安怎？讲老师，我要死啦！你无要紧，是4章38节，约翰福音4章38节。讲我要无命，我要死，我要无性命，你都无要紧。咱知影圣经记载，耶稣困伫船尾的所在，船的尾里的所在，伫遐安稳伫困。学生惊要惊死，耶稣甲个安尼安然伫遐咧困。是安怎学生会惊？就是看到风影起来，因无法度来赢即个风影的惊吓。但是耶稣自在伫困，表示伊有气力来制止即个风影，无危害人。这是耶稣的同在，也是耶稣甲咱三甲地地，甲咱地地一个真正确、一个真明确的即个证据。耶稣同在气力，就是互咱体会到，是信仰生活中间，咱有困难，咱有挫折，咱有真侪问题，咱有真侪惊吓不安。但是，若耶稣的同在，耶稣的话，耶稣的气力伫咱中间，咱也阁惊什么？咱也阁有什么款的害怕？第三项，以赛亚书的内面41章的第10的尾啊，甲咱讲上帝公义的正手，甲咱咧扶持咱。和合本的即个圣经讲，我用公义的正手扶持你。41章的13节讲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。要扶你的正手，对你讲，毋免惊，我要帮助你。这两节内面，台语拢翻译讲，我的确表示讲，真有确信，确信讲上帝会照伊所讲的话来实现伫咱的中间。圣经中的正手，也是正平代表气力，代表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咱的这个使徒圣经讲安怎？讲耶稣搁活上天了，坐伫上帝上正平。咱的即句话讲左右相，即皇帝国王的边仔左右相，安尼正平的右相是搁较大。所以通讲正平是代表气力甲阳光的即个象征。这也是上帝用正手来扶持咱，也表示上帝听咱的即个确实的证据。上帝真清楚甲咱讲，我要坚固你，要扶持你，要拯救你。咱人是真软弱、真软正，经常会灰心失志、失望。我昨昏下晡去新竹，即圣义会圣灵堂参加，伫我金门做兵48年前金门做兵的时阵，厝内真好的兄弟，伊的细汉囝的结婚典礼。安尼差不多半年无看到，我去时我强要袂认的，袂认即个真好的朋友是安怎？伊半年前伫体检检体检的时阵，发现到即个癌症，即个癌症讲无法度开刀，敢若下通化疗啦定。半年开始化疗了，我昨看头毛白面散落去，我强要袂认的，我问我隔壁讲。迄敢是无人？伊讲是啊。我昨去甲伊讲话，甲伊见面，互我惊一跳。半年无看，完全讲要袂认的，毋是我以前所捌遮尔好的朋友。所以咱当时要拄着安怎毋知影。但是上帝真正确实甲咱保证，讲咱软弱、病痛、艰难困苦的时阵，咱失志、咱无愿望的时阵，上帝要坚固咱，上帝要帮助咱。所以我拄着伊的时阵，伫伊带新妇的时阵，我就甲伊无鼓励讲，我靠上帝，性命交代上帝，咱的身躯交代医生。较要紧的，咱家己的意志，咱家己的意志力足要紧的。你有要活落去无？你有要靠上帝来得到医治无？所以伫哥林多的即个。何书12章9节，使徒保罗甲咱讲，有我的恩就够个，因为我的气力伫人的软弱的顶头显出完全。我的恩典，主的恩典够个咱用，因为上帝的气力，主耶稣的气力
伫咱乱弱软正的时阵，显出完全来要帮助咱。所以咱有主耶稣通过，咱也阁惊什么？希伯来人书13章第3节、第6节，伊讲主是帮助我。诗篇的作者也真侪写诗篇，有款即个经验。所以咱伫祈祷的时阵，咱就要相信讲，我的祈祷上帝若合上帝意思，我的祈祷若顺服上帝意思，上帝会听我的祈祷。咱毋通我伫牧坊咧牧会时阵，有一个90几岁阿婆，伊讲牧师，我甲你讲一项，你毋通甲我笑咧。我想那就甲你笑是安怎？伊讲。我祈祷的时阵吼，烦祈祷，烦恼继续烦恼呢。我讲诶，理解，你安尼祈祷够有效哈？安尼祈祷继续祈祷，烦恼继续烦恼，安尼表示你祈祷就无信靠啊！你祈祷的时阵也怀疑讲，上帝到底会听我祈祷无？上帝到底有真正照我的心愿内底实现无？所以咱祈祷的时阵，就要确信讲，即个祈祷若合上帝意思。上帝要听咱的祈祷，要成全咱的祈祷，毋通半信半疑，毋通讲祈祷烦祈祷烦恼继续烦恼，迄个祈祷就打折扣。所以，今年咱的信仰生活，咱会拄着困难，因为咱头前的路咱毋捌行过，咱将来头前的路，咱会毋捌拄着啥物，咱拢毋知，是好是歹，拢毋知。多咱就是有主通靠，主的恩典教育咱用，主的能力。伫咱乱弱软正的时阵，显出刚强，所以毋望咱得到上帝帮助、上帝同在、上帝正手来扶持咱，互咱平安来经过一年。到第年尾的时阵，咱反省过来看咱所行过的路的时阵，咱会好胆来讲，感谢主，互咱因为主的帮助、主的正手扶持咱，互咱平安来经过。但祈求听咱的上帝帮助咱。互咱今年搁较通即个上帝恩典，搁上帝恩惠伫咱中间，互咱无少咱会辛苦，为着教会，为着主的福音。头我听学长咧祈祷，咱讲搁10年，咱有教会真大影响。啊，感谢主，我伫校牧师伫安尼，伊伫15年前伫咱教会牧师，我捌来，吼，迄阵啊会友大概100-200个，大概无超过200个。即摆听讲已经400-500个吼，感谢主，咱的教会进步，人数增加，毋望咱的信仰的质也会通提高，也阁有搁较大的头前来跑走。上帝甲咱同在，咱即摆有地动吼，上帝咱有惊吓，但是知影上帝保守伫咱中间，互咱欢喜着教会着主的福音来拍拼。最后，我要来引一个。德国的一个神学家，即个潘浩华牧师吼，伊是1906年到1945，敢若39岁那点。伊是一个信仰的人，搁一个行动者，也是一个先知，也是一个神学家。通讲是20世纪真难得即个殉道者。伊互邀请做神学家了，读神学博士了，邀请去美国教册。有1-2年的时间，伫遐咧教册，伊咧反省，讲我伫遮安尼教册生活足好势，但是我的国家德国拄到真大的患难，就是伊的百姓拄到希特勒的政权，真侪人安尼牺牲，特别犹太人600万的人安尼牺牲性命。伊讲我伫遮遮好势，我若有一天登去我德国，我安怎面对我的国家、我的百姓？所以伊就。1-2年了，是美国神学院老师的工作，转去德国。到德国了，毋是干那转去德国做牧师那定，伊阁参与一个暗杀希特勒的行动计划的组织。人讲问讲，你做一个牧师，做一个神学家，是安怎参与伫暗杀的组织？伊讲一个譬如，我读了真认同。伊讲。假使有一个安尼汽小的司机、巴士的司机，吼，即个车即个公共汽车的即个司机，已经汽小啦，死过众人，但安尼弄死真侪人。你做一个牧师要安怎？你要办丧事，是要去甲即个汽小的司机甲伊制止，毋通伊阁继续去弄死人，
伊讲上帝予伊的任务使命，就是制止即个欺小的司机无继续来伤害人，伊毋是干来做一个善后的工作。所以到尾啊，去用发现啊，互官家判死刑。判死刑毋是干来讲枪杀安尼死刑，是绞刑呢，个解安尼假死安尼吼。啊，伫1945年的4月初9，啊，伊要受刑的进程，伊知影讲大概生命无偌久，伫迄个困难环境，伊有做一首诗来勉励伊教会兄弟姊妹，也勉励家己，互伊伫迄个面对生死的关头、生命生死的关头时阵，无惊吓。就是我是讲，所有美善的力量，所有水的溃烂啊。上帝溃烂，烦恼是我们吼啊！以后有人甲伊安尼做一首歌，做甲将伊的诗甲伊谱成诗歌啊！我听过了遍了，真感动。啊，咱即时要来听这首的歌，也思考即个歌词的意思，怎样面对生命危险、生命关头时，要搁信靠上帝，要搁知影讲上帝。虽然互伊拄到遮尔大的艰苦，生命我们无去，但是伊欢喜面对这个事实，用安尼来做咱的祈祷，来思考这个歌词的意义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感谢主，你将所有水线的溃烂，拢围绕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生活虽然会拄着真侪问题、真侪艰难困苦，但是感谢主，你互阮会通活靠，互阮搁较有气力，信靠上帝，信靠阮的天父常常甲阮同在。
阮也阁惊什么？阮也阁有甚物款的烦恼惊吓？阮因为要信靠你，来得到生命的改变，活命、灵命搁较进步，互阮真侪你所欢喜的囝儿甲查某囝。安尼感谢祈祷恳求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